赢了，赢了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！赢了，说什么？赢了？咱们赢了，咱们赢了！我说过吗？赌牌可以进去，赌命不行。谁想杀我，我就要谁命。警察也一样。我答应能带你活着出去，我一定做到。不过咱们的计划得稍微提前一点，提前一点。喂，吴阳，你别老打我手机好不好？宋志国，这种情况底下，换做我是你，我也一样会借警察的手来杀我。可惜，警察不争气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呢？行了，你不就是跟他们说，你是阳光学校的董事长，你担心你的孩子们，给他们施加压力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进宫呢？警方一直有不同的意见，所以现在江约成被解了职，主张进攻的一方占了上风。这我也没有料到。江约成被解职了，你马上把他给我弄回来。你放什么屁呢？我算老几啊？我能把他弄回来啊？喂？江约成不能走，他走了就全瞎了。你看着。为什么看不到打仗？那些看不到的，才是最可怕的。回话啊！哎，老乡，老乡，上车！你上！现在里面行动的人谁都不准下去。专注，抓住你！兔崽子，我让你跑！督局，绑匪有电话过来，请指示。谈谈吧。现在恐怕缺少谈判的基础。你是谁啊？我嘛，是一个可以预见未来的人。那你们应该明白2000万和直升机的意义了。找江约成口的。对不起，这个我还看不出来。我让你跑！我让你跑！我吓死你！滚！
你们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，错不在我，对不对？说的好好的是放人质，可你却开枪杀了他。你这么做，我们还怎么谈？我不和你谈，我要和江约成谈。我是个好事的人，如果我不接你电话，你恐怕连谈的余地都没有。哎，那你就是不在乎人质的死活了呗？当然在乎，可是面对你这个不守规矩的人，我们想不出办法。让你跑！我让你跑！我掐死你！臭娘们儿！我告诉你，我要谈判，老子要和江约成谈判。你不让我跟他谈，好吧？那我就杀人质，杀一个人质我就加一层码，你明不明白？武阳，我告诉你，你骂我的后果会很严重。不骂你怎么了？我就骂你，我骂死你，臭娘们儿，臭娘们儿，臭娘们儿！我现在就领个人质出来杀给你看。王八蛋！白小姐，你怎么能激他呢？他要杀人质，你不知道吗？放心吧，他只不过是在做一场秀。去，把江叔拽回来。哎，让我跟帮伙对话。通完了。什么？武阳来电话说，如果江约成不回来和他谈判，他就开始杀人质，情况非常紧急。刘刚，王丹丹给我带出来。这他妈什么东西？我决定了，你们媒体现在你们就选出代表到现场跟踪采访，然后你们家长给我全部回到集中地，每隔15分钟我会给你们通报一次最新的条件，听见了没有？这是你能决定的事儿吗？我当然能决定，
如果你不服从的话，你现在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得到。走，回去。一些人选择的路，注定是赌生死的。作为他的亲人，可能搞不懂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，但是只能去帮他，只因为是他的亲人。你别跑了，去医院不打针也不吃药，就是休息，跟玩一样，真的。我绝不一个人走，我要等他们。他们很快就会出来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我不强迫你了，我跟大夫商量一下。止血的东西，我再教他别着急。伤这么重，这些东西有用吗？现在他不送医院，他肯定会死的。怎么都是这样的？行了，都是意外，意外都怪你。大动作，要没有大动作，他也不会成这样。老半钱分了，咱们等于各奔东西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就会打死我们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别害怕，大家看着我，向我学，深呼吸，放松，深呼吸，就这样，来。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说这也没有用，必须挺住，知道吗？咱们已经把警察炸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要不听话，我就炸人质，我就不信会输。你是汉奸，死叛徒！你是害人精，你要害死我，害死我姐姐。你姐姐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你骂谁呢？就是你，你们姐弟俩就是坏人，最坏的人。好，你等着吧，一会儿坏人就会打人了，一定会先打你的。要打还是先打死你？先打死你！打你！先打死你！先打你！大家别闹了。就剩咱们俩了，拿什么跟他们斗啊？你做梦呢吧你！人质还在咱们手上，对不对？怕什么呀？宋志国完全可以拿人质要挟警方，让他们放咱们走。这离边境只有100多公里，咱们一定跑得掉的。我不配做张校长的孩子，不配是阳光学校的学生，更不配代表学校参加演出。你们一个都不配。是他们先叛变的。别说别人，先想想自己的错。2000万已经到手300万，这么多钱全是咱们的。你醒醒吧，宋志国不会给你钱的，他要杀你，把他干掉，你知道吗？可他没杀着我，对不对？阴霾在咱们手上，我分分钟可以爆掉他，他不会不屈服的。现在关键是江一成，一定要把他拉回来。只要回到谈判上，钱咱们一定可以到手。咱们也别跑掉，明白吗？报警压在他身上了，一定要把江一成拽回来，一定。资料陆续传过来了，已经很系统。武阳父母早亡，是被姐姐武赫带大的。
吴贺我们已经联系到了，正来这里的路上。旭坤，你把亲属关系、童年、少年时期的朋友关系、成年后的人脉关系，分别列表，一一挖掘。对。我是临滨市公安局局长陆大安，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，你可以跟我谈。啊？你们一会儿一个人，一会儿一个，你神经病啊你！武阳，你听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硬要两败俱伤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已经做好了摘掉乌纱的准备。你爱摘不摘？我告诉你，我心里还不踏实，我不愿意跟你谈，我跟江一成谈。你等着啊！我帮你们把江一成杀。那好，我马上找。好啊，快点啊！白小姐，你为什么影响我谈判？因为你不是谈判专家。什么？就你这一下子，我整个思路都乱了，我怎么谈？地道是炸塌的，老式混凝土结构，只有一个单一排风口，所以你们路上要做好营救方案，多准备充气气桥、手提吹风机、强力照明灯、撬棍越多越好。到了之后马上展开营救。告诉我怎么跟里面联系上？好好导致信号屏蔽，耳麦对讲机都无法接通。来，老姜，绑匪坚持要与你谈判，我谈不了。我知道你有情绪，我的决策有失误，可绑匪无法与你谈判，吴阳就要杀人。有情绪？先是我学生死了，现在我战友要生死不明，我这种状况你让我怎么谈？老姜，行了，别说了。我求你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只想听到杨旭的声音。我们不要你管，我们要自己想办法。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凭什么骂我？刘思涵都说你是叛徒，是害人精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里我说的算。谁要是不听我的，谁就会受到惩罚。我说到做到。来，里面。这样，我再跟你们强调一点，虽然给了你们现场采访的权利，但是你们还是要遵守约定，不要擅自行动，好吗？好的，放心吧。那个小祝，来，你跟他们所有的人联系通报情况的时候，一定要尽量安抚他们的情绪，好吗？是，好，去吧。
哦。哎，陆局，那个，对不起，我没向你请示，就把他们带来了。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找江元成去，磕头下跪，我也不得叫。这陆局嘀嘀咕咕的，哎，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大江，我知道你现在有情绪，但是不是时候。你看咱们俩正好反。你说我是一个后勤出身的，帮你谈判；你是谈判专家呢，干起来我该干的活了。大江，我知道你急，但是我比你还急。那样，咱们分工不同，人质你去救，通知我来。你别再跟这絮叨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杨旭情况不明，我哪儿都去不了。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队长，拉我一下。来，给我。别动。杨旭，听到请回答。杨旭，听到请回答。你是警察呀？你问我？哎呀，我这不也想帮警方出点力吗？我当过排长，带过兵，就是我再混吧，我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。要是还有路能冲进去，你知道爸爸做的就这份工作，不能决定人的生死，总是希望失去的生命越少越好。可实际上，爸爸主宰不了。喂，很抱歉，江约成来不了，他的心理状态很差。所以要更换谈判专家。说白了吧，就算他不提出来，我也不会让他继续和你谈判。怎么又换人了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个生活阅历丰富的女性，更适合现在的谈判。现在坏人炸他的地道，杨叔叔就被困在里头。爸爸很想亲自去救他，
可是现在爸爸能做的只有等。你不知道爸爸心里多难受，那种感觉就像送你去医院时一模一样，觉得自己好渺小，好无助。如果你认为我跟你说的都是废话，那咱们就真的没得谈了。不谈就不谈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把张亚楠的尸体给你扔出去。2000万和直升机是吧？你谈不了，让江约成来和我谈。我想你是理解错了，我是在告诉你，2000万和直升机根本没有可能。临滨市公安局是个清水衙门，整个临滨市就这么大，2000万必须要走银行。你笨想一下，要想凑足2000万的现金，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还有就是直升机，我觉着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。直升机来自纪律部门，空中管制你懂不懂？你登上直升机的唯一后果就是坠机身亡。我用不着你教我，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特别讨厌，你的声音特别难听。大家都这么说，不过我习惯了。武阳，你得忍着听。我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我是在提醒你面对现实。现在的现实是，张校长随时都会死。更现实的是，超出能力范围的事，想做也做不到。行，一人让一步行吗？啊，我把张校长放，换江约成跟我谈，啊，换江约成跟我谈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切合实际跟他谈。武阳，你脑子不好使吗？我刚才告诉过你，江约成不干了。你能不能善良一点？人质的命还悬着呢，你这时候你搞什么政治斗争啊你？有你这样的吗？江约成下去怎么样？你就能上位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和江约成谈，我必须和他谈，我一定要和他谈，让江约成来，我要眼看着他接人质，然后拿起电话跟我谈判，明白吗？老江，武阳答应放张亚楠，条件是你亲自接人质，还要继续跟他谈判。我正跟月月在一起呢。老江，我求你了。月，对不起，爸爸对你。爸爸，把他们都抓住。你们来一下，把他们照顾好。是。我走。爸爸，不会再失败了。陆局，对不起了，我的工作方式恐怕要让临滨市公安局背上人事关系复杂的黑锅。有命的事啊，我顶着，只要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好的。打个冷不防，我是可以的。
但是再往下，我是真不会。老姜不接受。武阳，江约成回来了，他会亲自去接人质，而且还会继续和你谈判。我需要一辆担架车，送到门口，5分钟之后人质就会出来。对了，还有的就是我要告诉你，我知道我的声音很难听，不过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我觉着很难堪。这是你第2次得罪我，这笔账咱们早晚都要算的。你别再碰他，别碰他！你来。我们一起把张校长抬到担架上。为什么只要一副担架？你知不知道刘康也快不行了？只有咱们2个还活着。如果警察知道，他们会怎么办？到底还是不是人呢？亏着他平时喊你声哥。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，就算现在躺在那儿那个是我一样只要一副担架。我没输过，我也不会输。要想活，你就自己打起精神，你至少得能当半个刘康。让小熊陪着你吧，就像我陪着你一样。孙楠，你跟这个叔叔送校长出去。报告，不能有效射杀。将鬼弹出下，集中所有火力封堵。明白。
你好，可等到你们，来地图。队长，脱臼的胳膊刚才已经给你接上了，你尽量别动。这次都是我的失策，我对不起大家。行了，队长，把账记在绑匪头上就是了。翟班长，携带工具进入现场。是。大家快！快，小队长！雷总，我们是救援队，我们要把通气管插入进来，请描述里面的情况。只能从上面钻孔，两边都水泥块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为救援做一些铺垫。情况都看到了，我们走吧。我想看到爸爸胜利。你爸爸是赢是输，由你来决定。走吧。江队长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没有把握击毙绑匪吗？判定罪犯生死是法庭的事，就应该把他们都突突。我是代表，恨死那帮王八蛋了吧！王八蛋！喂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没死成。告诉你宋志国，只要警察再冲进来，我马上就举手投降。别忘了，是你买凶杀人的，死多少人都是因为你。我判死刑，你也活不了。我分分钟可以拿着硬盘去投案自首，你自己想清楚吧。张校长现在情况非常危急，需要抢救。但你至少逼他先放了个人质，戏演得不错。你在没有跟我沟通的情况下，还能配合那么好，也不错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陆局，就我这素未平生的人都看得出，江处不是那种临阵脱逃的人。陆局，就我这素未平生的人都看得出，江处不是那种临阵脱逃的人。就因为你素未平生，你真着急，戏演的才像。好，我这个副局长啊，你们想怎么使就怎么使吧，只要能用上，起到作用就行。对，陆局，杨旭那边帮我盯紧点，我得随时了解他情况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他活不拉碴的回来。通过跟武阳的电话，我做出了以下几点判断：第一，绑匪内部突然出现意外，意外发生的时间就在第一次通话之后，因为他扬言要杀人质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在作秀，他都没有必要再打电话强调一次。二，武阳逼急了警方并炸他的地窖，他认为会有所收获，结果没有达到任何目的。注意，这就是我们分析当中所说的那个背后的目的，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强调继续和你谈判。三，2000万和成功出逃
是其背后目的的呈现结果，他势在必得。因为当我告诉他2000万和直升机根本没有可能的时候，他没有讨价还价，而是咬死了要和你谈判，甚至不惜先放人质。这说明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计划，而且我是他计划中的关键棋子。你说的没错。我没那么多钱呢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不能再给武阳拉锯的机会，我得让他见招拆招，步步紧逼。我看他走什么棋，我顶也得把他背后的目的给顶出来。老姜，武阳的姐姐武赫已经到院门口了。武赫过来需要5分钟，我们再给他演出戏。什么戏？进攻。我要让武阳知道我已经歇斯底里了，我让他从此生活在重压下。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2句不合我就下一强攻。武警真冲，我就不信他不吓死，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。那你怎么收场？我只要撑上几句，武赫就到，你就喊武赫的名字，让武阳从电话里听见，我就可以停止进攻，合情合理的下台阶。好戏，既不用真的冲进去导致无法收场，又能够吓死他们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强攻第1步骤完成3分钟，是时候。李卫，去观察口。我要是听到别人的声音，我就开始杀人。是我。你得感谢我，没被别人串了拳。你他妈有屁快放！江月成，人质的命在我手上。开门见山的说吧，我已经买1送1了，好好谈谈。买1送1，我的学生顶了命，张校长能不能救过来很难说。你又把我的兄弟埋到地道口里了。我告诉你，吴阳，当警察当到这份上，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吴阳，你就等死吧。刘伟，避暑强攻，这可不是打幌子，把所有的进攻招数全使上。里面炸弹在哪？在我包里。李卫，炸弹和遥控器怎么对码？怎么连线？我跟你说，你也不知道啊。他们进来了，拿人质去顶啊！顶个屁！死一个人质下去就是我，去把门顶上。他呢？我来处理。
要不然后果你知道。孙主，硬盘在我手里，警察公寓2，我马上投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武赫怎么还没到？张医生，你不要人质的命了。我现在要的是你的命。一个老师，5个孩子，6条人命要都死在你手里，你良心上过得去吗？你别他妈跟我提良心2字，现在这个筹码已经不起作用了。就你那么丧心病狂，人质待在里头，比我强攻进去伤亡率还要高。武赫到了，说是去上个厕所。快去找！第一步完成就得往里冲，武赫不来怎么收场？快去！刘伟，什么情况？有人闯入！有人闯入！赶紧拦住啊！把他给我拦住！不要开枪啊！你们不要开枪啊！里面的学生都是聋哑人，他们不能反抗，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呀！他们都是残疾人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！停止进攻！停止进攻！刘伟，情况怎么样？人已经控制，强攻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突入。刘妈妈，他会起来杀我们吗？别怕，他伤得很重，起不来了。警察很快就会带我们出去。姐，我害怕。我们把他杀了吧！啊！王丹丹，你忘了吗？刚才他还要打死你！啊！你们都是胆小鬼，你们不干，我自己干！
你要干什么？他们是坏人，我要杀了他。你为什么要保护他？你们这么想，怎么会有杀人的心？谁教你们的？他是坏人。他是坏人，可他也是人，也是一条生命。你们都忘了吗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，我们都要珍惜。何况他是一个人，他是坏人，是因为他不尊重生命。可是你们不尊重生命，就和他一样，长大了也是一个坏人。看，你们看看，你们刚才互相厮打的时候，心里恨不得杀了对方。你们因为坏人的几句话，就要杀了平时最好的朋友。你们就是这么团结的吗？我很难过，我想张校长看见会更难过。我们不能杀他，他也是人，我们要团结。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的团结起来，你们能做到吗？血压是多少不到30，心跳微弱，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马上巩书记的手上。孩子，放心，你的校长不会有事的，他一定能活过来。开车去医院。咱们都理智点行不行？要不然谁也不好收场。我跟你保证，人家都很安全，你别害他，知道吗？欧阳，让我来告诉你怎么收场，所有的账全算在你身上。行，你等着啊，我证明给你看。跟他说，你们都很安全。说，张璐有病，其他人都很安全，你们。张医生，听见没有？我说到做到，只要你理智点，我保证不动他们，好吗？武阳，我每次信你，后果都很严重啊。我就是要钱吗？报告，武赫到了。谁？你是武赫吧？你把我姐找来了。我弟呢？是不是把我姐找来了？这不劳你操心啊。武阳，我告诉你，进攻虽然暂停，可我的每一名特警都蓄势待发，所以你好好考虑，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我谈。放开我！你们不能就这么开枪，人质的安全谁来负责？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走！放手！哎呀，这是出啥事儿啊？我们现在的位置离入口300米左右。杨队，你所处的位置在厂房里面，我们无法到达。你们该如何移动？向箭口移动，直线距离要达到100米。但是杨队，氧气明显不足。你的意思是我们在氧气耗光之前要完成推进？杨旭，你们要挺住，绝对没问题。陆局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绑匪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，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。我们光盯着绑架，事实上，起因是抢银行。陆局，你必须再仔细查查抢银行的事儿。我们要尽快的把答案找出来，我们死不了。你别光盯着我，盯着案子吧。陆局，什么情况？大将，从杨迅的态度判断，里边的氧气还够。我本想听到他出来，但是他是要求我离开。离开？为什么？他说我们不能光盯住这个绑架案子，应该掉过头来呀，去查查劫银行的事儿。看来他的确没有缺氧反应。我先挂了。危机做足了，失去理智的原因也砸进去了，可就是节奏。我算的时间呢，武阳他姐到这应该是喊停的点上，可他不晚到。幸好有个吓坏了的宋志国，否则你喊不喊停？不喊，人真杀进去了，你怎么收？你要是喊了停，进攻在无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停顿，那武阳又会怎么想？我也后怕，亏你补了一嗓子，让武阳知道他姐来了，这样就传达了可以谈下去的信息。这场戏总算是收到效果。武赫，找你来是想谈谈。别谈了，事儿我都知道了。你们让我进去，我给你们拎得出来。我找您过来的目的是想通过你了解一下武阳的情况。你们警方这么长时间了，了解的呀不一定比我少。毕竟你是他亲姐姐。别说了，摊上了这么个祸害呀！你们说，让我干什么吧？就必要的时候，跟他通通话，做做工作。你们就让我进去，我揪着他耳朵给你们拎出来。这可是最后一颗炸弹了，你想怎么用？他们把我姐找来，就是想给我压力。用你姐威胁你，管用吗？恐惧会让人变得愚蠢，也会激发人的潜能。我希望你是后者。跟我说这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的情况其实是好事。对，起码警察愿意跟你谈了。江约成不会不受到制约。姓白那个娘们儿是故意在电话里让我听到她喊我姐，目的就是让我知道有的谈。这声儿喊得好，起码江约成软化下来了，谈上了就踏实。这不可能，太危险了。危险？我告诉你，他对谁都危险，可我对他是危险。我弟弟呀，从小就谁的话都不听，可只听我的。可现在不是小时候。嗨，3岁看到老，你们不知道他小的时候是什么样。我跟你们讲讲，你们就放心了。他小时候怎么了？我们从小没有父母，是我把他带大的。你们不会笑话我没把他教育好吧？我可告诉你，他从小就这样，小偷小摸不说了，上次半夜偷人塑料大棚里的黄瓜，用刀啊把人塑料大棚全给毁了。人家当时就找到我，我当时就把他给打了。后来拿着刀去找人家报仇，10岁的孩子自己去砍人去了。后来那么多人谁也劝不了他。等我赶到之后，我一嗓子，你猜怎么着？当时他就把刀放下了。那后来呢？就别提后来了。后来这不就成这德行了吗？你们就听我的，让我进入，我保证他举着双手出来。喂，武阳，别告诉我是你阻止警察进攻的。我们不谈这个。我现在主动打给你，就是想听听，接下来你到底还要我做什么？2000万不够你补。然后呢？先准备钱吧，我会教你怎么做。
说的没错吧？只要你不怕死，就会有很多人怕你死。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办啊？等钱？我知道等钱，我是说你让江玉成怎么做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我要我姐。你说什么都没有用的，我不可能让你再多加一个人质。瞧你说的，那是我姐。就你这种人，我宁可相信他是一个普通民众。看来要想谈判真的很难。吴贺，你必须告诉我，你跟武阳的真实感情，这对我们很重要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小子从小到大就怕我，怕的要死。他为什么那么怕你？你是他姐姐。我有我的手段，同志，你就让我进去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就把他给你们抓出来。炸弹给我。要干什么？逼一下江月成。他不是已经答应给钱了吗？我们再等会儿吧。你这么逼他，不是你疯了还是他疯了？我是疯了，江月成也疯了，可他身边的人没疯。拿上炸弹，跟我走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我把这个装在一个孩子身上，让开。恩狗。你让我翻译，我也翻译；你让我骗孩子，我也骗孩子了；甚至你让我照顾他，我也照顾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会再让你碰孩子了，除非我死。疯了？对，是疯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冲我来，看向我啊！约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真的炸死你，只是要跟警察表明一下态度。想想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我阳这个要求很反常。你想，武赫在这儿只是压力，过去却是麻烦。一旦跟警方冲突起来，可能会误伤到武赫。如果他们姐弟情感真那么好，他就不担心武赫受伤吗？所以，他让武赫过去，目的绝非简单。你什么意思？把我姐交给我。啊，不可能！保护你姐是警方的义务。我姐只有交给我才安全。
也只有这样，大家才都安全。我没理由答应你。我也没心情再浪费一颗炸弹，要不然后事太多，麻烦。我姐必须给我。随便你。跟我装是吧？江月成，你再疯狂也有理智的时候。老子是即兴的，所以我的理性对你没有用啊。在其位就应该谋其政，要不然你就带人冲进来，要不然就把我姐给我，否则就多带点人，等着给刘丽拼尸体吧。我考虑考虑。警察就是警察，带刘丽去接我姐。我总觉着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你怎么知道警察就一定能让你姐进来呢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就算你姐进来了，她又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吗？不一定。我们倒不如想想办法，怎么能让他们把特警给撤了，这才是正道啊！监视器都已经瞎了，让他们做些假动作来欺骗我们有意义吗？握好引爆器就是。确定武阳不会伤害你吗？你放心，太阳打西边出来呀，他也没这个胆儿。那好，你进去告诉武阳，只要正常谈判，条件对条件，什么都好说。老师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刘妈妈，你要死了吗？我想和孩子们说几句话。那就快点。别怕，老师不会有事的。刘妈妈，你是不是不管我们了？他们是不是要伤害你？老师一定会回来的，你们要听话。从现在起，大家都去想一想，回到学校以后，每一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，好吗？等等，把这里放大。刘康濒临死亡。说什么？你看，垂直的手偷偷做出的手势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会错的。那武阳把武赫叫过去，不会是要多个帮手吧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这个武赫跟武阳比起来，更加让人不可捉摸。你有什么依据吗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个心理专家，更注重细节。这个武赫从一开始进来就很反常。武阳杀了人，又被特警包围着，他知道武阳一定是死定了。可作为一个女人来讲，她竟然没有流过一滴眼泪，而是在这诉说和他弟的感情如何好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
察同志，你们不要过桥，让他自己过来。小伙子，光靠这个不行，拿个铁条别上，好使。武阳，出来！走啊！我说代表，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想了半天了，想明白没有啊？其实我没想什么。哎，这没想什么就更不对了。我是想明白了，这警方他们也太不容易了，这强攻吧不行，坐以待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琢磨我去帮他们干点啥去。走啊，咱们帮他们救人去。警察这么专业都救不了人，我们就别添乱了吧。我是工程兵出身，我懂地道啊。什么？你说有地道可以进去？不是救人质，特警们被他们困在地道里了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得去帮着忙忙呀？我看不必了吧。哎，那怎么就不必了呢？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们困在地道里？我是不忍心的。不行，我去申请。报告江处，我要投入战斗，你下命令吧。我说你跟那添什么乱？去！哎，我这哪是添乱呢？哎，你这是瞧不起人呢！我当过工程兵，我打过。等会。我当过工程兵，当年我带兵去大冰雪地里救过人，后来我才到这儿当的保卫科长。现在杨队长他们被困在地道里了，马上就没氧了。你为啥不让我去救他们呢？我现在要投入战斗，我不用你们把我当成战友，你们就把我当成民工就行了呗。你是说你可以救杨去？相信我吧，我一定帮你们把杨队长救回来。你有把握吗？有。那好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我跟里边联系不上，你进去以后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好。咱们就在这儿开始。杨队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是张大春。张大春，你来捣什么乱？杨队，你省点力气出来再骂我吧。现在我是救援队的总指挥。你现在告诉我，在你周围的墙上是不是有用粉笔画的数字？你看一下。有。多少？81。好，明白。你现在从1的方向往前走20米，找到61和55之间，我们就从那儿下手。兄弟们，我们还要推进20米。监狱城已经开始恢复和武阳的谈判了。
我们把武阳的姐姐也找来现场了，对武阳进行情感攻势。特警队的营救情况怎么样？现在还在进行，难点是时间，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氧气耗光之前呢，把氧气筒通进去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绑匪跟我们都面临着压力的极限，你们要做好外围工作，包括善后都要考虑到，不管输和赢，我们都要给大家一个姿态。谁第一个说？只要出去，我第一个想去医院看张校长。我也去，我也要去看看张妈妈。我要去刘思涵家，照顾刘思涵的妈妈。他女儿死了，心里一定非常难过。我想把她送到医院去，让大夫把她救活。洋洋，你呢？我能不说吗？为什么？我想给丹丹做个礼物，现在还没有想好做什么。我想和丹丹和好。你也不用再跟我兜圈子了，我知道，2000万的现金你不会现在要的。这么多现金，没有人会带在身边跑路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聪明，把钱备齐就行了。什么时候拿，怎么拿，等我出去再告诉你。我现在最关心的，就是你怎么从里面出来。这是秘密，你还有办法把我弄出去吗？你当我是神仙？现在神仙也帮不了我，你就别管了。